OK， 有朋友想要我喺福田呢度揾一個一線睇海嘅精裝3房啊！我打咗10幾個電話，揾咗 N 個業主之後，終於揾到咗呢個單位，嚟一齊睇樓。OK， 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89方㗎，一共做咗3房2廳1衛1個廚房㗎，坐北朝南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㗎。OK， 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呢個海景，嚟自我哋一線無敵嘅超級海景啊！可以睇到我哋嘅深圳灣、春順以及香港，大家睇下呢個海景係咪非常之靚呢？OK， 業主裝修一共係等咗成30個 W 嘅，而家可以直接拎包入住，即睇即有啊！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右手邊刷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